挑来挑去，挑了个开书坊的。这书坊是宋公子家中产业，他父母双亡，靠着书坊养大了妹妹，还赚足了束修。延庆先生准备科考，人我见过了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可他的出身，万一对宋武别有所图呢？何夫人，请放心，这些天我们考察了他的人品，并非攀龙附凤之人。夫人，我们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讲给您听，您就明白了。那日我们和宋武一起去夜市，结果不小心被人群冲散了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谁欠你钱了呀？没人欠我钱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帮宋武追宋武的事儿，川夫人知道，就把宋武叫了过去，把他一顿骂。我当时就在场啊，我就想着说我帮宋武说句话吧，结果他们嘲笑我。你说什么了？我就说，宋武这昏招是偶一为之，只要肯悬崖勒马是可以原谅的。结果宋武说那个字儿根本就不念勒，那个叫勒，就悬崖勒马，说我那么念呀有虐马的嫌疑。然后川夫人就发火了，抄书，我都不好意思纠正他们这么没文化的，那明明就念勒嘛。对呀，没错啊，就念勒呀，悬崖勒马呀。就是这么念的呀。确实得这么说，也不好驳了川夫人的面子呀，让她下不来台。也是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一想这个，我脑仁就疼。我这不行，我一说，我这不，哎呀，疼起来了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还没问你要干嘛呢。哎呀，我累了，我就想靠会儿。哎，那你要是累了，川夫人罚你抄的，我帮你抄一下。好。哎呀，你抄，你这写的像狗爬似的。我的字怎么了？我的字怎么了？自己抄吧，懒得管你。不是，上官，没那意思，上官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不是，我再吹一段，你抄一段。哎呀，今日难得啊，老六终于来宫中跟你的母亲吃顿饭了。是，最近他一直忙墨川的事嘛。墨川一事，老六办得周全。哎，姑还没有问过你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确有一事。说。克宁郡主的婚事，我与母亲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还请主上恩允。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个考生。一个白参，出身确实不配，但尹征拿了那孩子送的文章，我瞧着还不错。是吗？确实是有才之人。宋武莽撞，若能找个端方正直的人管着，妾以为倒挺合适的。可她毕竟是你的义女，姑也册封了她。你想想，一个郡主嫁与一个平头百姓，合适吗？此人虽出身贫寒，但文如其人。若是他能高中的话，即便是中了，宋武也不能真的与他成亲，不然新川的各个少主郡主都要自由嫁娶，成何体统？新川宫的子女应远亦是责任，不能由着性子来，更不能为了他一个坏了规矩。
主上，宋武明白主上的顾虑，确实不该为了宋武一人坏了新川的规矩，所以宋武自请废去郡主封号。你快住口！义母，宋武不是一时冲动，这是一个双全之法。宋武已经认定了这份姻缘，绝不后悔。将我逐出新川宫，也能够警示宫人。若是违逆规矩，便会落得像我一样的下场。主上，主上，宋武只想做一个平民百姓，还望主上成全。宋武啊，你方才所说的一切，不会后悔吗？宋武绝不后悔。他们说，如果我是郡主，我就不能同你在一起，所以现在我不是郡主了。我不再是新川宫的柯宁郡主，也不是何夫人的义女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只是一个名字读音同你一模一样的，什么都没有的普通人。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也不在乎那些，我只在乎你。宋武敬兄长一盏茶，如今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。出嫁前不能再寄居兄长的府中，这么多年，多谢兄长的照顾和包容，要感谢的太多，无法赘述，只能以茶聊表敬意，敏感于心。突然这么正经，我还有些不适应。无论你是不是郡主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永远都是你的正哥。元英郡主，这些时日，多谢你的教导，辛苦了。郡主，请用茶。这里以后依然是你的家，欢迎随时回来。李薇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真的很讨厌你，你才讨厌。都要走了，还说这种话。但是现在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你。要是以后他对你不好，欺负你了，我们绝不会放过他。
平，我的梯级钱会给你们留一份的，以后你们出宫了，给你们当嫁妆。我走了。不用送我了。这些事多谢各位的照顾。宋武，就此别过。真羡慕他呀，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以后天高海阔，去留有心。今日这糖饼做的是半糖，想在夏天嘛，少吃点糖不会这么腻。真好吃，多谢刘大厨。小人应该做的，嘿嘿。少主正式入职九川事务司，按以往的规矩驱设人兵宴。是。人兵宴。其余8川都派出使臣，常年驻守新川，方便通信。九川事务司的负责人上任，便总是要设宴招待8川来使，这就是人兵宴。这个都不知道，是我给你批注的九川宴礼制没读完吧？回去抄书。少主公务繁忙，这次就交给我和李薇吧。她要做6少主夫人，就必须能独自承办大宴，这是一次好机会。这次人兵宴后，我也会找机会劝说父亲让女子从商。你们几个开酒楼，要使者走明，也不麻烦公公。你放心吧，这次人兵宴，我和元英一定会把它办得很好。多谢少主体谅，我们定会全力以赴。有了，哎，吃。根据元英先生的教导和上次开府宴的经验，我把这次人兵宴的流程尽量弄得简洁了一些。座次上，我把丹川的使者和墨川的使者分开写，他俩私下一向不对付，离得越远越好。菜单方面，我和刘宝全商议了，一致的选择了比较清淡的下酒菜，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人吃了肠胃不适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酒单方面，我给少主准备的还是水，其他的就按各川的美酒进行配置。剩下的这些细节，元英先生，你一会儿慢慢看。夫人，我们册封这次可努力了，还熬了好几个大夜才想出来的，你不夸夸我呀？这次啊，能给你打8分了，进步颇大。等我走了之后，你一定是一个好夫人的。不是让你夸我这个，这次确实想办好这个宴会，让新川主松松手，让姑娘们就在外面跑生意得了，这样我们还有海棠姐她们就能一起在外面开酒楼了。我们的一小步可是新川女子的一大步，那我就按照这个继续准备了，去吧。
这个真的好看吗？要不还是换素色的这些？不，就这件。侧夫人穿这件最好看了。是啊，侧夫人就得穿艳色的，艳色的把你的皮肤衬得像玉一样。嘿，真的呀？哎呀，我都要害羞了，你怎么办？侧夫人劲儿还真大，来来来，坐。今日的侧夫人跟往常还真是判若两人啊。是啊，不过咱们侧夫人本来就是天生丽质，貌美如花。啊，俗话怎么说的来着？这破船呀也有3斤钉儿。啊，你看，这次的宴会，无论是从菜单、名单还有流程，都是侧夫人一手定的。我们侧夫人就是当之无愧的女主人呀！别胡说，这让别人听到了就不好了。可这不是实话吗？不行，不管我和元云郡主私下交情如何，都不能这么说，明白了吗？是。真好看，我们侧夫人。郡主，您先上车。侧夫人，咱们借一步讲话。侧夫人，那个这次宴会只能是夫人一个人陪着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反正是川夫人，方才安排人吩咐下来的。可之前开府宴的时候，李卫不也在场吗？开府宴毕竟是在家里，这次大宴是公务，又在九川事务司办，那川夫人又亲自过问，小人没办法呀。你不用管这些，上车就是。那不行，那我他没关系的，就是一次宴会而已。而且去的话，要见一大堆少主的同僚，又都是生人，我怵得慌。不去就不去了。家里呀还有好多事情要照料呢。上次去墨川就把你一个人留到了家里照料，这次就换我和百福啊，放心。可是李卫他怎么了？走啊！百福生病了，我得留下来照看他，所以你们就先走。这对是。哎呀，少主，您看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这是公务，咱别误了。走。别误了吉时，快走吧。对，你记得回来的时候帮我带2包陈记的绿豆糕，啊？忘不了。哎呀，少主忘不了。您先上车啊。侧夫人回来肯定想吃这些。侧夫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少主他们呢？我就是忽然觉得有些累了，不想去了，就让他们去了。累了？不对啊，可是侧夫人刚刚明明很想去的。哪有啊？就一个宴会而已，菜单还是我定的，不知道要吃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规矩又多，还吃不饱。
去吧。怎么了？这是水里捞月罢了。这个破新川，都是些什么破规矩啊！哼，还说是九川之首，我看随便哪个川都比你强。不知道是谁制定了这些规矩，那个人真是阴沟里的辣椒，阴险有毒辣，乌龟吃煤炭，黑心的小王八！哎呀，侧夫人，您千万声音啊！您这骂的可是之前的川主啊！是啊，侧夫人，要不你小点声嘛，待会儿六少主万一回来听见，你就麻烦了。好，按照我的流程，他正在酒桌上觥筹交错。那我就祝他喝多了，在所有人面前现出原形。什么现出原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小心！什么意思？那你也欺负我？杀主！杀主，你没事吧？杀主，来，快起来！谁啊？忍着点儿。我是担心你特意早些回来，你倒好，任务还挺准。对不起嘛，不是故意的。今天这事委屈你了，是我不对。以后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就直接和我说，不要忍着。新川的破规矩这么多，每一条的存在，好像都是用来为难人的。这次人民宴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费了好多心血，想了好多的法子，心想着就快见到成果了。结果说不让我去就不让我去。这些事情你没有错，我没有错，袁一先生更没有错，但就是大家都不开心，我能怎么样呢？我现在说给你听了。你不用管我，让我冷静几天吧。半夫，你说我是不是有些过分呢？可我真的不开心。你是新川的狗狗，你喜欢这个地方吗？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带你去济川玩，那里山清水秀，自由自在。你肯定会喜欢的，反正比这个地方好100倍。这么晚不睡，是想要摆伏吗？你不也没睡吗？自己去玩吧。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为什么？川夫人是特意为了我这个金川郡主，才定下的规矩。外界都在传，六少主更偏疼你，他不让你去，是怕伤了我的面子。
害你忙活半天却没去成，是我的错。哪能怪你啊？要怪只能怪新川的狗屁规矩太多了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改变臣服规矩的人。你事事做得完美，还以为你是最能适应这个规矩的人呢。适应，并被认同，只是暂时没有能力去改变。我一直都认为，我比家里几个兄弟都强，更适合入宫门筹谋。只可惜，金川从无女官，而我，也只能顺应规矩，嫁来此地。当女官这事儿，怕是终成泡影。才不会呢！只要我们元一先生想要做的事情，都会做到。我相信你。多谢你。或许只有一天，我变得足够强大，能够改变规矩，能够不再受世俗偏见。到那时候，我希望能庇佑更多的女子，让她们可以四海徜徉，自由自在。我好像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，就只是想好好的、自由自在的过日子，保护好自己想保护的人。那就希望我们还有天下女子都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样的话，现在所有的辛苦就都有意义了。不是你，乐六啊，在家挨打了吧？我一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就能想起上官打我时候的样子，一模一样。鱼有齿焉呐，这啥意思？说你丑，你才丑！来，老六，敬你一杯。这次这个人民宴办得不错，九川事务司这几个老家伙对你赞不绝口啊。哎呀，都是他们的功劳。谁呀？他们俩。这一家三口挺和谐呀。你这什么话啊？你心情挺好啊。老六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家阿庆啊，最近跟我的这个感情关系非常融洽，他有点变了。我前一段不是被川夫人发了个抄书吗？他比我抽了一半。你说他是不是欠钱了？要跑？你想胡说什么呀？你们两个呀，你不但人长得丑，不是心眼还坏。哎，你想咋地咋地吧。三哥，你怎么从刚开始你的兴致就不高涨呢？我就想不明白了啊！我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啊？随意随意。谢谢。哎，六少主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愿意支持我们开酒楼？他确实是这么说了，可是新川主会不会同意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成不成的都另说。六少主既然能这么说了，那就已经很感人了。他可真是个好男人，比那个死老三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呢。可不是嘛，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，你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他？其实知会新川主是个险招，但由于我们身份特殊，得让宫里人知晓，不然后患无穷。只是万一被否了，就彻底不成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几个姐妹都明白，眼下我们都是合伙，就算有什么风险，我们也是共同承担。若是不成，活人还能被憋死了，自然有别的路可走。我有想过，现在只是开一间酒楼，但日后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更多的女子。不过现在说这些还太远了。呀，管他什么远不远的，以后只要需要出资的地方，
算我一个，来，也算我一个，我也少不了。来。这个是我跟李薇拟定的方案，我们可以从9楼选址入手。就以东市48条街巷为例，转租的铺面一共有20间，我们可以分头去实地考察，再做定论。哇，这么详细啊！是谁要做生意不带我？宋武，快上来，快进来！这么好的事情，你们居然不带上我？吃饭没啊？啊，吃过呀，但你们这个菜色看着更丰富哎。这样以后可能要再吃一顿了。来。是啊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哼，说到这个，你们几位姐姐呀，要不是我那天在街上碰巧遇到了海棠姐，还不知道你们要瞒我多久呢。哎呀，也不是故意瞒你的，你不是要和宋公子成亲吗？怕你太累，所以没告诉我。你要成亲了，恭喜你啊！恭喜！谢谢上官郡主，谢谢姐姐们。我们家宋武可争气了，就考了1次就考中了。哎呦！所以义母为我们定了吉日，就在下月初8，大家可一定都要来啊！一定。大家不要转移话题啊！就算我要成亲了，也不代表你们可以瞒着我。赚钱这么好的事情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我也要出资。行，你要收多少钱？告诉我和原因，帮你记下来啊。这还差。哎，各位姐姐们，以后9楼开起来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叫我也来做工，比在家里待着好多了。没意思就来呗，待在家也无聊。真羡慕有真心喜欢的人和幸福的生活，多好呀！给你们，来，祝愿天下女子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来，干了！你看看你这店铺都这样了，怎么就不能租给我们呢？这新川从未听过租铺子给女人的，这也太不吉利了。谁说女人不吉利的？你不是女子生的。我告诉你，别胡搅蛮缠。谁胡搅蛮缠了？本来就没有哪家女子出来跑到路面做生意的，你们政府又不好生管教你们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们就想开门做生意，张口闭口的羞辱我们，究竟是谁胡搅蛮缠？不是羞辱你们，是在教你们规矩呢。规矩也得合乎律例。你看看里面哪条写了女子不能出门，不能做生意？我不能把铺子租给女人，就算我经营不善倒闭了，也是我祖上留下的，不能玷污。出轨女人怎么就成玷污了？你给我出来，我们好好理论理论。你给我出！算了，跟他讲不清楚的，有时间跟他吵架，早就找到好铺子了。他家不讲理，别家也不讲道理嘛。你俩去那边，我俩去那边，一会儿见。这城南城北的铺子都已经跑遍了，城西又太偏远，不在选址范围内，就还剩城东的3家了。大家拿出来的钱，一部分用于租赁、陈设，另一部分用于日常开销。我算了算，剩下的钱最多还能撑1个月。不会铺子还没租到，我们钱就没了吧？那我们可怎么办呀？1个月内能找到铺子吗？就是啊，怎么办呀？你把这个镯子带在身上，万一遇到点什么事儿，也能顶一顶。我这儿还有一个镯子。哎，不行，你已经出了不少了，这个镯子看起来就很贵重，你先收着吧。可是线下这是用钱太小薇，你收回去吧。再想办法。出了那么多，别吵了。哎呀，都已经解决了。来，哎呀，这是，别误会啊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思思的，她拎不动，我帮她拎的。哎，来。天哪！哇，思思，这是你的呀？我也没有别的什么，就是有点钱。
思思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以后这酒楼你说了算。啊，不用，我也不会，还是你们管。这金貔貅就当是思思的出资了，我会折合市价，日后也给你分成。好，我是觉得，反正咱们几个也都不会管理，不如就交给元英跟李薇，咱们呢就给你们打下手，有事的时候你们就知会一声。好，对，好。哦，对了，租铺子还顺利吗？别提了，这偌大的新川竟然没有一间铺子愿意租给女子。他们这是疯了不成？下回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还敢歧视女子，我一枪挑了他们。新川女子行商，租赁铺面，怕是最小的麻烦了。日后恐怕还有更多的困难，总不能都靠武力解决，还得想想别的法子了。几位客官，你们有啊？好嘞，哎，好嘞，这合适。好嘞，那就下次再光临啊。这东家也太小气了，生意这么火，还不招点人，真准备把我们当驴用？过几日你连驴都当不上了。小的听说东家要把店盘出去，是真的吗？最近夜市兴隆，咱们夜里也得跟着开张。可是东家觉得太辛苦，要回济川老家养老带孩子。东家要是真的把店盘出去，我都不知道我该去哪儿。我跟你们东家是老乡，既然要盘铺子，不如盘给我吧。是啊，这间铺子我们看上了，让你们东家只管开价。哎呦，你们二位是盘店这个事情吧，得从长计议。我们东家就是那么一说，他并不是真的要把这个店盘出去。是才还是要转店？突然一下换了说法，怎么？看我们几位是女子，就想变卦呀？怎么会呢？哎，几位女侠，几位女侠，我们也不是说不想租给你们，我们就是……我们明白您的担心。新川从未有过女子做生意的先例，只是既然都是生意人，自然要从彼此公利的角度出发。彼此公利？难道几位女侠能给我们东家比旁人多的好处不成啊？这生意我们不是跟您东家谈的，是跟您谈的。我？跟我谈啊？这团圆酒楼位于主街，能盘下这间铺子的商人，在城中自然根基深厚，也不会没有不相识的掌柜。既然这样，也不会留下你们这些旧人了吧？如果周掌柜可以帮忙促成这桩生意，我保证，只要愿意留下来的人，我绝不辞退。我也不了解几位女侠，你也知道这新川这地界就没有女子做生意的先例，万一你们经营不善，这酒楼倒闭了，到时候一旦倒闭，你们就要重新务工。但我们可以立下字据，若是酒楼经营不善，你们去另找下家，我们定能给你们增发半年的月钱。而且，若你帮我们谈下盘店的生意，你们还可以从中抽成。无论如何，你们都吃不了亏。也不怕说给您听，我们盘这间酒楼是要做九川全菜系，既能用义川的风味吸引到本地人，又能让外地的朋友吃到家乡菜。这新川汇集了各川之人，有多少朋友想念家乡的口味呀？周掌柜，听口音，您也是外乡客吧？是。在外打拼不能回家，能吃口家乡菜也是好的呀。我们还会迎接女客，新川可没有对女子友善的消遣之地，这个生意可有的做。周掌柜，您是见多识广之人，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好处。敢问人先，才能尝到甜头。明白。
咱们来都来了，就在这傻坐着呀？不用你傻子。行，就你聪明点坐着。哎，咱们就真不进去帮帮他们？人家说了要凭自己的本事，咱们要学会放手，相信他。哎呀，相信你说的容易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你还来？我不相信你啊！哎，我发现你开始关心上官郡主了。谁关心他？我是一个人在家无聊，我出来解解闷儿。你这，我就是想他，那怎么了啊？她是我夫人，我想她，我也是天经地义，我正大光明，我理所应当。是，你不想李薇吗？嗯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走，妍妮，小心哦。看起来还挺高兴，应该是挺顺利的。想要就笑吧，别憋着了，别装的那么神魔高策、高深莫测。回府。